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真侪囡仔细汉的时，父母拢有替因号乳名，听起来古锥古锥，阁好记，希望囡仔好摇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乳名的乳，读乳第二条，冇人读做字，无论是乳也是字，冇人读做乳甲字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乳就是奶的意思，像讲乳母，古早冇人讲是奶母。另外，共一个老母的兄弟啊，古早讲是乳兄弟；木瓜有人讲是乳瓜，臭灵现较文的讲法就是乳臭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乳名，也就是囡仔的小名、幼名；第二个词豆乳，这是一款咱台湾常在看到的传统食品，用豆腐去生的，发酵了后就会当食，食起来软软，口味甘甘甜甜。有一寡地头讲是豆咸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细汉好带是好带，真得人疼。也毋过，若是翻起来爱哭爱对路，时代替号一个乳名叫豆乳，亲像豆乳酸酸甜甜，好食好食，食济甩胃。袂当一棍头食伤过济，亲像带即个囡仔趣味趣味，带久带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乳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乳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